第6章絕世高手。不一本正經咁講，阿妹，呢件事你一定要保密，唔可以話俾任何人知。微，放心啦，我唔會同任何人講。半個鐘之後，北岸玄魔問佢要唔要試下效果。試效果啊？微諗咗諗，抽咗本英文課外書，隨手揭開一頁背誦。正常人背咁多英文點都要大半日，就算係以前嘅微都要1個鐘以上。但今次佢只係睇咗2次，就差唔多背熟晒，睇到第3次已經背到滾瓜爛熟。佢嚇咗一跳，咁犀利？佢又拎起本物理競賽題，以前啲難到喊嘅題目，而家居然全部睇得明，仲做到大部分題目。微震驚到不得了，呢套按摩手法攰唔攰太神奇？佢冇留意到，北早就成頭大汗，睇落好攰。北拍拍佢個頭，乖乖地讀書，聽日阿哥再同你按摩，包你變成全世界最聰明嘅人。返到自己房，北開始運行真氣恢復體力。差唔多凌晨1點，佢突然睜開眼，推門行出院子，輕輕一跳就翻過圍牆，冇聲冇息落到地面。跟住人影一閃，佢好似變成一道黑影，閃電咁衝向青山公園方向。名揚縣風景幾靜，青山公園喺縣城東邊，佔地過千畝，係市民最中意去嘅戶外地方之一。凌晨1點幾，公園一個人都冇。北好似鬼魂咁出現在公園深處半山腰，喺度開始修煉天地元王訣裏面嘅一套拳法五龍聖拳。呢套五龍聖拳練起嚟動靜太大，一定要揾個偏僻地方練，如果唔係實下醒格利鄰舍。五龍聖拳顧名思義，核心係體內5條龍，脊骨係1條大龍，四肢係4條細龍，五龍練成就可以踏入聖明境界。佢練五龍聖拳已經練咗年幾，第1條大龍即係脊骨已經練成。所以佢轉身扭腰嗰陣好似猛龍翻身，力大無窮，變化莫測。而家佢正修煉雙臂2條細龍，一旦練成就可以伸縮自如，拳法出神入化。經過半年幾修煉，2條手臂差唔多練成，就爭最後一步。黑夜之中，佢好似一條龍忽左忽右，雙臂似2條細龍，一時似鞭，一時似錘，一時似劍，一時似棒，再加埋掌指變化，真係變幻無窮。就咁練咗3個幾鐘。直到天蒙蒙光先停。呢個時候佢成身真氣蒸騰，百脈暢通，頭頂仲衝起一道不直白煙。只見佢含胸拔背，慢慢收功。呢個時候，山下面慢慢行嚟一老一少。老人家着住銀白色功夫衫，腳踏千層底，面色白淨無須，睇落60幾歲，精神飽滿。隔籬個女仔19、20歲左右，身形纖瘦，樣貌俏麗，對腳特別長，着住亮紫色功夫衫。見到前面有人，佢哋轉去咗邊涼亭行去，嗰度有片空地集合練功。北望咗一眼冇理佢哋，繼續起裝收工。練完功血氣運行旺盛，真元升騰，正係練精化氣嘅好時機，絕對唔可以浪費。半個鐘之後，又有幾個老人家上山，北都收完工準備翻屋企。佢落咗幾級樓梯，眼角瞄到個紫衫女仔打緊一套好柔軟嘅掌法。佢對手好似白玉咁白淨秀氣，睇到佢忍唔住想摸下。佢不由自主停低腳步，認真睇咗幾眼，憑佢嘅醫道眼光判斷，發現對方咁樣練功好有問題。陰莖傷人傷己，何必呢？佢搖搖頭，決定都係唔好多事，舉步落山。個老人家耳仔好靈，居然聽懂北嘅自言自語，心念一動，擰轉頭叫後生仔清流步。北於是企定，既然對方聽到，就隨願指點佢哋幾句。老人家拉住個女仔快步行過嚟，笑住問：頭先聽到後生仔話陰莖傷人傷己，老朽唔係好明，可否指教下？北點頭，其實都冇咩，呢位姑娘練嘅係面柔陰莖，但係練功方法唔啱，搞到傷咗肺經，長此落去好容易短命。個女仔一聽即刻火滾：你亂講咩啊？咩傷肺經短命？本小姐不知幾好氣息。見佢脾氣咁燥，北淡淡講：好啦，當我冇講過，講完直接落山。老人家本來想叫住佢，但諗咗諗又搖頭算數。個女仔憤憤不平：爺爺，而家好多呢啲唔識辦事嘅人。老人家笑住講：小賢，以後同人講嘢唔好咁直接，容易無端端得罪人。個女仔哼咗聲，好似佢咁胡說八道嘅人，我先唔怕得罪佢。老人家搖搖頭，正想翻去涼亭，突然面色一變，對眼實實盯住地面。個女仔好奇問：
爺爺，你做咩啊？老人家額頭冒出冷汗，喃喃自語：高手，絕對係高手。個女仔先至發現石階上面有一排順住落山嘅腳印，腳印裏面好乾淨，睇唔到塵埃，而且冇霧水凝結。但係腳印外面就鋪滿塵，表面仲有一層霧水。個老人家跟住腳印一路望落去，成個人嚇親，係佢。爺爺，咩高手啊？個女仔驚訝問。老人家長嘆一聲，就係頭先個後生仔，佢絕對係氣境高手。佢有真氣護體，連羽毛都沾唔到身，蚊蟲都停唔落，就算腳下嘅塵埃都會被逼開，變得非常乾淨，所以先會形成呢種腳印。個女仔嚇到呆咗，居然係氣境高手。氣境即係體內練出真氣嘅人，成個市都唔超過幾個，唔係一方霸主就係隱世高人，點會出現喺呢度？佢突然諗起頭先對方話自己會短命，難道係真嘅？